当时国庆的大典，总统蔡英文以自信坚定国家前进和世界因为台湾更较好为主题，发表任内最后一场的国庆演说。蔡总统除了讲到这个尖水町国造，表示讲台湾的国防的自主又搁下出一大步，嘛讲到7年外来各种改革的成果。另外，蔡总统嘛学了台湾的经济，表现出坚定严硬实力，并且强调台湾坚守4个坚持，会以自信坚定的脚步，继续贡献区域的和平甲稳定。参加前代最后一遍的国庆大典，总统蔡英文以自信坚定国家前进，和世界因为台湾更较好做主题，发表4部分的国庆演说。就在上个月底，潜舰国造的第1艘原型舰下水了，我们终于做到了，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，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，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。一开始，总统先讲到，蒋万国造是为了守护区域的和平。我从未忘记过我对改革的承诺，也深知改革所带来的冲突和阵痛。我要感谢台湾人民，我们总能用团结战胜恐惧，用包容化解仇恨，用民主克服挑战。搁在一一点出这7年qua改革的成果，呈现出台湾经济表现真强的韧性。现在的台湾已经是世界的台湾，我们已经证明了，无论在地缘战略、全球民主发展，或者国际供应链体系，我们都是最可靠、最有效率、最安全的合作伙伴。总统强调，这7年自头到尾拢坚守不挑婚，顶顶4大坚持，继续重申两岸和平的重要性。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，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，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。此时此刻的我们，已经能自信坚定面向世界，我们也更能自信沉稳面对中国，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两岸和平共存的条件。蔡总统希望台湾保持自信坚定，继续贡献区域的和平稳定，和国家继续前进，和世界因为台湾变更较好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